我跟你說，香港要看你嘅節目會發出第一個，拜託冇俾切東西，你聽我快槍槍。係冇唔錯。是做咧小黃瓜到蒜皮哦，安膠。現在越來越會小矮啊！係咁奇怪。因為你冇上千你改一下吼，那個貴的 Q 吼很易讓的哦，是你贏嘛，對不對？哦，不是你啊，那我們派錯人了。剪刀石頭布，耶！你看了。好，那麼小，好，千萬不要跟他講哦。叫我冇啦，講一動真到啦。哎，你捧最多的來吃這看看咯。這樣你們舌頭會刺刺的，舌頭會刺刺的。會啊，他剛才有炒過，我們贏呢。哇！你看呐，來貼心的師姐啦，他就不賞臉。這個屬於很重要，所以拱上嗎？你講，你講聽死聽，你講聽死聽。你講，你做唔得講吧？你個廚師幫我，我就做得講。廚師幫我，你很開心啊！好。Hello， 各位電視機前面嘅觀眾朋友，大家好。還有所有現場嘅鄉親朋友，大家好。歡迎收看一家之主，我係民族，我係鍾百強。今日要到咗嚟到桃園嘅素材，其實呢桃園特別有正嘅必須並唔會說，因為特別做得個大部分80%都係客家人哦。係啊，哦，如落一頭那個地主地了哦，今年哦，不要一直在打地主地了，好不好？因為很難得不是苗栗。你有想過其他桃園人要承認你是他們的一份子嗎？哎呦，我的子民同胞們！好了，總共已經呢一家之主啊，在桃園這邊沒熟悉的動到其他的個家常料理。今天呢來都會參水站的動力會，可是我們先來看一下今日嘅評審欣賞。冇問題。有新朋友。哎呦，安醬哦。董獎哦，來分享都給是我們的主廚是童飲品童師傅。嗨，大家好。童師傅你好。對好。哎呦，那個主持人可能有一點威脅。我覺得我們換位置好，交錯一下。唔跑，因為哦，等下哦，咱厝吼，禮拜哦，放羊到咩係嗰個好兄弟哇，戚玉鳳戚師傅。大家好，我係鳳咧，大家好。大家看唔熟悉音頻師傅哦，就得來講一下，你待會評審的標準會有乜解嗎？第一要入味入味，我有米頭啦，我有米頭，又鹹又甜，OK，煮的時陣味出來，最重要的就是這個。你看看戚師傅係做在地的，還有我的唐師傅係做異國的哦。對，哇呀，你們非常國際化。係啊，都在劇廳係嘛個食材哦，就喺度看一下咯，到底是在地還是異國的咧哦？等一下吼，因為哦，唐師傅會提一擺落度兩個節目吼。先給他猜。等一下我幫你猜想一下，今日我劇廳嘅食材係乜嘅東西哦？我打開來幫你看一下。哦呦，這有一點簡單呢。挺簡單的吧？對啊。來，音頻師傅老太講一下。有鳳梨，還有蝦子。已經把這個菜名講完了。嘿，鳳梨啊，而且順序還完全正確。不小心講出來。你個答案，今日我劇廳嘅料理是係鳳梨蝦 Q。沒錯，也給鳳梨來炒一下嘅蝦仁，應該係懂到睇顏色制度懂好食的一出出，小朋友特別喜歡。好，唔該你生下來呢 ，TPA 今日有請到嘅係來自楊梅 Tiki 嘅講師妹嘅，我來參加呢個比賽。提前呢來先來分享到我亞組風吹嘅李銀記、老水김치掌聲分享。歡迎你們，還有吼，還有咱厝哦，今日哦，咪係凍醬嘅劉麗麗老劉品玉，歡迎。哇！哎呦，你時沙圈做強龍誒，完全強龍誒，冇有一點冇強龍啊。運用沙琪發展下飛嘅。哦，協會來的人都很有愛心哎，送拜落嘅時節，留嘅獎金，老母會全部捐出去都沙琪來做。哎呦，你講出來本地時沙壓力很大呢。不是，也許他們基本上就按你兄弟來啊，真的。沙琪地都沒有做共餐嗎？有，老人共餐，都要沙琪地都窮下做就錯了。真的，這一定要加分。你們懂遊戲嗎？呢？等下比賽有信心嗎？有，加油哦！加油！記到吼，記龍沙哦咩發展協會嚟嘅麼？所以你時沙係認識的哦。認識的，咩自買？買表自買。自買啊！你龍沙係，我係依邊啊喂。哦，依邊。他講你都哦，就參加個那個家政班係麼？有。
學是主菜嘅，肯係教主菜嘅。通通要。哦，通通要很厲害。會教，未會自家煮哦。喂喂，你最會煮嘅係乜菜？煮為主啊，雞照。雞酒我雞酒，你有那個時沙哦，圈喺這個家政班，還有發展協會的，要準備嚟大展身手咯。馬上我嚟前行，我哋嘅 PJ 關咯。屋卡好明星，大家家庭都有算係自家嘅好明星。兩嘴啲寒天嘅時間地度，做出自天嘅菜色。本來係雅屋卡嘅較上癮，也係雅屋卡嘅明星好呢。比賽會由兩嘴嘅小隊長先開始，準備拿出雅屋卡嘅好本得了，一家之主上菜嚟。等下嘅幾個 Q 哦，你該組合會排出馬莎。水琴之前等一下哦，變形嘅手下敗將唔會叫哦，唔記得撳對好。好，攞狂眼，攞狂先眼。見到三頭部哦。好，先準備好了哦，讓人加油哦，加油！剪刀石頭布。哎呀，來一張。好，你先開始哦。 OK，好來。幾個 Q，幾個 Q，該你，幾個 Q，幾個 Q，該你，弟弟。幾個 Q，幾個 Q，好，藝人了，你看啦。哎呦，地主弟妹講假的喲，該下嘅速度好像有點慢地主哦對，加速一下。嘿，加速一點哦。來，莉莉完姐，了哦來，莉莉姐先剪刀石頭布。加油加油！剪刀石頭布，我先哦，預備，幾個 Q，幾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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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Q，Yes，哎，等一下，我們輸了。對啊，主青嘅對比戰，要接受我的戰帖嗎？會夾輸嗎？我腳會老高，好怕好怕，加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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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呦加油加油剛剛這樣讓麗麗很辛苦呢。怎麼說因呢？為粒粒皆辛苦。好，剪刀刀石石頭頭布布，好，加油加油！預備，幾個 Q，貴耶！我贏了，先從你們那邊開始吧。OK，再去等我哈。超爛的。你剛剛準備不是地我要攻擊主隊嗎？你耶。不是地主隊。地主店展現到我嘅實力，主菜我跟你說，嘅那個實力。女朋友你的節目會發出第一個，拜託冇俾切東西，一定會快槍槍。係冇唔錯。真的，必切嘿我哋好對有哦。他真的不會切東西。先來簡單嘅好冇？好好，最簡單嘅哦。計一期咪切嗎？你可以係一期，一期一期，係咪切嗎？幾多台？幾多台？我開始啦。計時開始。好好好，切誒，寫到好冇？多做得睇。哎，你等下破開咗呀？有慢跑。他有給你畫到了。好，這邊這。哦，這個。哎，對對。好，讓切一期。安永姐，到炒。好，安永走對。安永，好。切好병倆10分呢？會唱睇嘛？唔可以，唔怕辣。哦，哎，你打白哦，來賓講唔怕哦，然後被罵的都是我呢。哦，好，他就馬個切，馬先削皮啦，削皮唔會唔是削啦，唔是削，係倆用倆做法。做法。他不會這個。從係我要，你們兩個。看一下，誒，用力。哦，冇力啊，冇出力啦。哎呦，慘呢。現在個聲音哈，冇識做啦，冇識做哈，對啊，真嘅。真的這樣一桶係冇。他有削到任何東西嗎？冇啊。冇，他沒有，冇用力啦。你這麼沒力哦。好吧，出來了。我見拍機會團體啦。我還跟倆生呢。哎，姐姐，你都讀家政班還有發展協會主菜哦，都那麼高剛哦。係呀，美觀。哇！你係威利係嗎？維利係嗎？圍那盤子來。威力。威利係維利啊。長一點，要夠盤子來。哎，很用心哪怕那種啊。哦，總係團體的哦。一個是凸顯做要嘅盤式。盤式嘿。6、5、4、3、2、1，時間到。其實哦，團體都簡單哦，總得本地團體的就有難度，就難度的哦。不用倆啊嘛。聽呢。哦，那出來哦。哎呦，今晚
应该都有你那代表呛停，呛停。餐厅，哦，champion，我懂了你们应该都有改下数对的，对对，因为你跟他输哎，搞到记得数的。他搞输。 1分钟啊，一分钟1分钟，好，好，来了咧，等下我先聽數鐘嘛，該。切小黃瓜，先，你看到那幾刀誒？要用誒。要頭梅切頭，頭梅切對半哈，就切一片一片呐，擺片哦，擺盤的，這要擺盤的。我們聽了哦，我們聽了繼續開始。所以你都有個擺盤係用切的哦，你都有冇那個削鉛筆機哦？你都有改往裡下 Q 哦，因為準備嘅是出來凍凍呢，你看。 還有這個枸杞呢，哦，柑橘耶，哎，看枸杞係味道跟顏色還是要怎麼做啊？你係擺盤哦，還有拍個芝麻，我講哦，最厲害哦，最厲害哦，我看到了嘅。誒，你都係就看過七師傅嘅節目係冇？幾多嘛？打咗落去。要嗌問題，哇！看到發射嗌問題，特別看到你哦，一計攞邊全部大發嚟過嘅。5、4、3、2、1，時間到，停！哎呦，是做的小黃瓜到蒜頭哦，眼膠哦。現在越來越會燒艾嘿，咁奇怪，因為你冇削鉛筆機啊。剛剛誒。係啊，看一下那個檸檬。哎，姐該姐，檸檬係怎麼改？好喜歡哦。這個皮是給它增加香氣。你看，很聰明哎，這個我喜歡。應該下吼，那個貴的 Q 吼很易讓的哦，是你贏嘛，對不對？哦，不是你哦，那我們派錯人了。剪刀石頭布，耶！你看了。時間到，停！哎呦，是做的小黃瓜到蒜頭哦，眼膠哦。你現在越來越會燒艾啊！嘿，咁奇怪，因為你冇削鉛筆機啊。剛剛誒。係啊，好，上下來就計時1分鐘，兩下就隨時聽下奏。好，計時搶開始。聽下奏唔怕。你講你條嘅蒜頭就眼多哦。你下係做鳳梨蝦球誒，鳳梨蝦球會加蒜頭，做乜眼解？嘅，那蒜頭係做乜做埋東西誒，誒，爆香，爆香哦，不要所以用你鳳梨蝦球用炒嘅嘛？來做糖醋啊，哦，炸哦爆香哎，麗英姐很特姐殊，哦。應該粉吼係貼片嘛，跟粉搭配的嗎？地瓜粉，飯酥粉嚟啊！是肉飯酥粉飯酥粉，飯酥粉，哦，嗎？ 5、4、3、2、1，做啲開始，做你開始做咧，開始做咧，嚇，咁要邊樣調？要喺先鋪，先鋪個，先鋪就會變，先鋪個人落去炒啊，這個應該製作鋪一下聽聽，對不對嗯？會定型一下的。冇是會叫哦。因為其實蝦仁很快就好了，你可能要加速。係啊，他就該往裡下叫哦，其實主要緊係該下降吼，那個時間火候的控制好。對，因為我做半幾個 QQ 嘅感覺，總得硬硬。咪做啲炸香蕉，咪落鐵。因為要掉吼。個腰毛。可是你看那個蝦仁鋪啊起來，給太亮的給醬哎，很漂亮，對不對？好，稍後時間我們等下張東順來哈。好，拜拜第二張。我盤的哦。哇！哇，你看，該做韓不會做燈吼。哦，哎，不會做燈是謙虛的說法，其實動火真緊啊！哎，我提日白做哎。你可能喺度冇對啊，跟一平師傅他幾度底會發生嘛？你踢擺落去就了解。哎，我喺想總係賣記，用簡單。所以做啲推薦吼，觀眾朋友哦，假使你未想去做兩下擺盤吼，你不好冇安排該種東西哦，做啲容易成那個削鉛筆機，鑽進去。烏鴉有飛過。太厲害啦！看你下。跟檸檬嘅小蜜，看一下它那個檸檬。哎，姐該姐，檸檬係怎麼改？好喜歡這哦，個皮是給它增加香氣，你看，很聰明哎，這個我喜歡。檸檬皮才有那個香味啊！啊，檸檬汁是弄那個蝦子。一般人啊，做風力蝦 Q 嘅時間，不會想到該檸檬該。還會上網去看啊，看人家用乜做啊？係啊。你等下人嘅幫檸檬皮個椰豆蛋糕係冇？嘿，椰豆蛋糕嘿誒，哇，這個很不錯。咩係炒醬汁係嘛？做醬汁沒有，這個是才是會表啊，有因為它只要撒上去，就像棒蛋糕那樣。跟那個
不过柠檬皮要注意的就是我们不能削太厚，它的皮会浮，嘿会苦。该表面该绿色的时候，你可是我觉得它削的很好，莫小豆拍的呀，熊兔呗，总得削到该啪啪开部分。嘿，哦，好，那我们去看一下敌情。好。哇，该嘛该，我们做鹹筍甜的方式咧，因为蒜挑到炒个糖哦，糖醋诶，哎，凤梨糖，我其实觉得也可以呀，因为凤梨虾球某一天嘛咪头啊，只要有那个凤梨烙，哈贡哦是做对的。对，只要它比较发挥它的创意这样。可是用可以来当好食咧。你可以时候想讲哦，你这个蒜条不用按做就好吗？你还要看一喽，该蒜条就是要这样子，有那个多，对，咬下去那个呛味。对，我们的默默就好了耶。哎呦，纯牛摆盘里，不过该封掉嘞。那个没有用，没有用。这两组是不是都准备了粉条要给我们2个切，想说给我们玩一玩，然后不要用到。所以啦，结论就是煮青应该速度还是太慢了。对，好，那我们这差不多了，等下应该知道摆盘对不对？美乃滋摸干落去啊，干落去。来糖醋摸干美乃滋。压的 Q 炸沙皮刻意做不一样的做法，等一下我们可以欣赏到我们 Q 的吹色。OK， 好，那立刻呢。哇，我都个虾讲没拿出来了哦。我是外部一个串烫是个凤梨虾 Q 的时间，它上面会撒那个有点巧克力的彩色粉，巧克力米，对，还有个美乃滋，巧克力哇，这小 Q 嗨，哦哟，安尼的做法动上个沙律啊，沙律虾球，都沙律虾球，沙律就是沙拉的，沙拉搅的，哪一个国家的料理啊？台湾的呀，台湾的呀，沙律啊，两个预备白就好了。牛就好食耶，用熟的哦，对呀，它有像是有一些做沙拉用哎，它就只，而且它这是清爽型的，我们是重口味的，对，两边的完全不一样，很让人佩服沙律啊，沙律走浪哎，你凉沙吼，快是紧重的哦，完全不是形容半瓶咯。假使汉芒食嘅时节，其实两组全冻好款。其实两道上面做咧干嘛嘅奇异果没做对啦？哦，做奇异果，苹果六呛呛安妞，时间长度会多的哦，大家哦哈。我觉得2组都非常厉害，有没有让2位评审很惊艳？有，其实真的有这个有秀豆，对不对？对，没错。都出来，还有马开吗？冇嘞，用音好嘞，等下准备好了哦。 6、5、4、3、2、1，时间到。今日2组呢做法完全无共用，等下就有吃色困难，那不卡米西厨师卡中意嘞。哇，亚给吼，算是我们很少看到做得了共用的菜哦。 做都完全没共用，而且一个呢是轻食版的 light 的，这是比较重口味的。还有最厉害的，2组走出来，竟不系串烫嘅菜嘛？真动厉害耶！好，我已经对唔差位师嘞，大家应该都是吧？先进来辅助可以了，是总不是先咯。来，哇，我这天我拿个虾贡，虾贡，真的哦，就炒過嘅感覺冇強哈。而且加个粉的泡度度吼，刚刚好的薄度，而且有炸过果粉炸过之后，可以更能够吸收它的寿司啊。好，都让大家很惊艳哦。上好了紫色科呢，蓝水椰部分哦，对，要加到上面的柠檬哈。它所有都有，因为它刚才一层一层都有椰跟柠檬啊。記得要給蝦講吼，是要泡過啦，冇炒過。該美乃滋沒給它凍到，所以凍嗆爽。好清爽哦。一个柠檬的香气，错。好，当今种因为这种假米头做工系完全冇共用咧，而且呢都各方面啊，熟土啊、米头也都来讲，全部都有做到。沙点好了呢，就看评审现场够啥个中意咯，是很主观的。现在可以喊童师傅抢本分数。哦，哇，好来，等下七师傅抢本分数。好，童师傅，来老太家公平，他这么较中意啊牛的做法咧？还有鸡的梅头很入味，又甜又咸，对，所以应该说很开胃，很开胃，下饭。而且鸡可是就讲到要跟米头、米当中药啊的。
好，可能係因為要炒過，那味道就凝起啦。我師傅咁講咧，我係想乜係講，你係下講冇鋪地時間冇鹹冇鹹脆，哦，冇鹹脆啦。你啊嘟嘟嗬，可能係你鋪嘅時間要溫鹹芒度時間落去鋪，可以再更好一點。佢做啲下好啦，因為你係梅頭冇當好是炒到下講，你係下講是到嘟嗬，啱是到你啊凍清爽。啲兩組真正全係凍厲害啊！真的要雞蛋裡挑骨頭，長講得出來有就蠻差別我會建議他這一道跟檸檬汁啊，做得擠點下去，要更加一點清爽味，對，再加一點又甜又酸，那它就100分了。對，不錯，差這一點，差一點點。對對對。不過觀眾朋友按用看你兩組嘅比賽講係應該對下嘅黃梨蝦仁啊，有含較多嘅想法。哈，你買部卡地圖不一定要做傳統的做法，做有一些改變。如果上下來呢，睇下當期台T100來到你節目當中嘅唐師傅，我帶來乜嘅4個料理教大家咧。總鋪素滷菜。T100哦，唐師傅T100來到你節目當中，大家都很期待你的新手菜4個料理料出出嚟嘛該。今天帶來的料理係芙蓉乾燒蝦仁，咱剛剛都有講嘅，該芙蓉色雞蛋。雞蛋的意思。該做法你冇強容哦。對你今日有準備哦，準備哪個食材呀？我今天準備的食材有奶油，然後還有雞蛋、蝦仁，還有一個最重要就是鳳梨。對對鳳梨，因為咧下鳳梨太春，我該係罐頭嘅鳳梨哦。新鮮的，新鮮的啦，罐頭係香甜咧，新鮮的它才會有又酸又甜，對，要用新鮮的。好，所以來開始料理。首先我都有先煎卵，可是這卵我都唔可以煎全熟，半熟就好了。哦，半熟。半熟，半熟按到芙蓉啦。來自家做芙蓉嘅時節咯，是不是要一直拌？總得用機它稍微水帶吼會熟睇了。要用辦做，今日甲芙蓉做得用脆嘅，脆嘅不用，可能你當杯不用買東西咪做得。哦，除了日本嘅油啊，我不用個奶油哦。會好香，奶油底部啊吼，那都會不用該沙拉油，這樣是避免奶油吼燒焦掉。這邊要看得很清楚哦，因為剛剛有發現到，那個油還沒有很熱的時候，蛋就要加下去。然後那卵吼會一直動它，要它就該它。火吼，總得調台哦，差不多80度哦。像按有咩中餐按到芙蓉，西餐按到乜嘢啲啊？按到歐姆蛋，所以係恐龍嘅東西啦。東西係講法冇可能甜。那要它半熟，按用銀時候嘞，等它還會繼續熟成。你們如果說讓它煎到全部變白色，等它就會太老香老咧。係因為料理啦。對，按時因為佢卵底部佢含有溫度，佢會持續地加加熱。等它那就該蝦仁啊放上去之後，它還會繼續熟，所以我們現在就是半熟就好了。等一下會做乜嘅？那就要開始煎蝦仁了。煎蝦膏，該唔是高粉哦，不是，全部就直接這樣子。高粉哦，唔是高粉哦，不是高粉。鍋子哦也不容易燒或燒給它熱，再放油這樣。因為應該就剛剛已經有煎過蛋，所以現在就溫度是 OK 的。然後現在呢，我們就是直接下音，就是全部下來。下講咪會開背開背哦。對對對，背呢會切塊，底部該下蔥會拿出來，安全看到下醬啊，因為從上面已經看啊，做個高菜要看到下醬。哦，你看啊，個變態如出來了。你講評審老師變態哦。哎呀，那麼愛容易啦。你們要小心我哦。說變態帥。要講快一點，講下 get 的。你要用煎的哦，會不會有不容易熟？不會，因為那就等下還有煮雞。燒雞啦，對，還有燒雞哈。哦。然後這個時候慶酒。哇，你要水流勁嘅。你看。不過我問一下哦，該嗆酒哦，做啲用該米酒來代替嗎？沒做的，等下該慶酒啊，煮滾一滾哈，然後就可以下其他的調味料。哦，你下全變化嘢。那個調酒個，調酒，然後番茄醬、多瑪多醬。哎呀，個比例發就只有去甲注意啦，吼。然後砂糖，好下來。這道菜吼是酸又酸又甜，這樣做的。蒜頭米放一點下來。哦，你下醬不用蒜頭哦。你下醬不用。
然后姜末我比较难放一点，然后一样，哎，葱哎，那都有俩哈，所以让你慢慢煮，让它开始收汁。干烧意思是一锅到底，烧到底。啊，从火的部分水加介平一分的下夹，干烧到冇可能。这下安用是长豆类的。哇！哦，水母该种哦，再淋下去哦。有个冻姜哎，顶最上来。哇！安永就好水了。你风吹都得来吃这款了喽！这样你们舌头会刺刺的，舌头会刺刺的。会啊，刚刚有吵过，我们赢呢！哇！你看嘛，来贴心来西街的，他就不赏脸。这尬水尬水。重要，所以拱上去。来拱，你拱听死听，你拱听死听。你讲，你总得讲吧？你总得讲啊！你有厨师帮我，你总得讲。厨师帮我，你很开心啊！这样。洪师傅做牙鸡翅料理，其实大家都很期待。对冲啊！很有浓厚谢谢新梦先向洪师傅来比睇下出口题哈。好，请问一下哈，平常时啊，爱到是该翁里啊，你们许多给咬先吗？请问系嘛个原因？爱弟，A，它含有丰富的那个酵素呢，还 B，它的纤维甜度。好，先猜拳哈。第一节刚我告，好来哦，先同意了哈。剪刀石头布。好，哎呀，答案很明显吧？哎所以他只能选 B 吗？我们选 A 好哦。我也觉得。用烧到 A，不能选 A 因为你猜拳猜输了，你有显现。才更才输嘞。答案是 A。耶！它含有丰富的酵素，太好了。因为呢，该翁里啊，它地表含有冻豆，很丰富的那个蛋白分解酵素，刚好那都有咸妈，也是蛋白质组成的。哦所以呢，这个时候他吃到那个很多的凤梨酵素的时候，对你就会觉得，哎呦，刺刺的，对会痛，会不舒服。眼了黑暗这个原因。安永就好斗哎，好，但是你风吹都得来吃这款喽。这样你们舌头会刺刺的，舌头会刺刺的。会啊，刚刚有吵过，我们赢呢！对，哇！你看嘛，来贴心来西街的，他就不赏脸。然后我的跟它作为糖醋哈，有一点点一样，就是它是给那种tomato 酱，哎，那tomato酱啊，有一点点重量啦。蒜甜，嘟好，好吃。这个还有一个清酒的味道，一个香气在。清酒嘿呢，假使你都有时差哦，我们帮你们来吃啊。我们没有时差，你不用担心。时差呀，其实有机吼讲安好吼，我觉得你都没相信，不相信吼。没相信如果想要相信，我们没有相信没有关系，因为呢，等一下他讲要相信这个事实，最后一关呢就有我们决赛喽，大家一毕业。等一下呢就随了金行呀最杯面一关的挑战喽。爱係太祖譜，用吹波用接力嘅方式，運用客家特色食材，完成總譜10天愛做嘅菜色。啲先前唔知會出乜嘅題目嘅情況底下，用吹咁嘅言語睇見種嘅沙亂盤盤模，到底馬沙張係真正嘅一家之主。而你隨來上菜了。一關一關的，因為前面因為一畢業，更緊張了。多帶吼，等一下係馬上會讓出嚟。哦喲，真緊唔對哦，你兩組哦就係家政班煮出動你會。真的。不過等一下完全係靠實力咯。對，靠實力。上網做的功課冇用咧吼。係哦。等一下，你上一下哦，用妹哦最有名係嘛東西咧。等一下打開落思維啲咯，馬上打開落。哎呦，發財搶發財，搶發財耶！其實講到搶發財，要講一下，除了有冇要到 V 種到冬後的體力條件種出來以外啊，這個發財而種了後又加冇農藥，根本就是太難了。因為蟲嘅冬後是發財，對不對？對。所以你有冇考種菜冇？冇。那你有冇考種菜冇啊？
哦，啱冇卡有中菜。哎呦，现尬粉，哎呦，要这个你懂的，因为中华爸爸妈妈都跟我说，东东不会做我们的设计啊法车，因为很容易吃到有农药的。唔講你都用埋 Tiki 啊，特別嘅中菜法車都會嚴格中咧，較安全啊，對不對？好，可是哎，哪一嘅做乜嘅料理咧？我拿出来做嘛那就做嘛，今日要做培根奶油炒酸发菜，好難哦。培根奶油炒送发菜，嘛該係送發菜。送發菜是又呛嘅，然後白色的，兩種用，你就先同意咯。這個培根先別個，加個奶油先別個，加動物性奶油加落去，從因冇不是白醬啲啊，白醬，安尼講是啲啊，白醬，佢嘅口感從白醬安尼是從的。哦，其實哦，今日我做嘅料理哦，是叫做意大利麵嘅醬哦，嘿，嗰係靈魂。終於有一天不是缺飯的，缺麵。白醬已經調好嘅嗎？嘿，冇，我自家煮，自家做，嗰係醬凍重要。好 ，OK。白醬會先炒過係嗎？白，唔是，我哋我哋啲做到下簡單，俾觀眾朋友下好學，唔好講交解難難嘅，應該未做得係。好，水來先搶起司不必太假了出題目。哦，來，搶法出是強度幾個變動用半音呢 ？A. 脹氣，係 B. 結實，OK。A 係 B 呢？包起定係結實？用半口能係 B 的哦。好，先來猜拳一下。好，應該下吼那個貴的 Q 吼很易讓的哦，是你贏嘛，對不對？哦，不是你，啊，那我派錯了。好了，摸了。好了喲，準備。再來剪刀石頭布，耶！你看了，怎麼樣？你要支持你的隊友。哦，對，要支持隊友。好了，因為寫馬改。什麼改呢 A， 口聽。怎麼可能會結實啊？好啦，我是昨天選 B 的啊，你咪記得選 A 的啊。好了，你考題呢啊？我不能確定啊。公布答案了。好，答案呢 A。耶！用半音，因為要搶發出要嘅營養豐富，需要充時間嘅效法，含唔會產生嘅氣體。對是 A。了解。故數呢兩隻題目過後，後天你得到90秒，記得得到30秒。哦。那讓講因為養賺其他60秒嘛，不要讓它搞砸就好了，你就賺到了。等一下，大家請看 VCR，該發好切發安醬安漂亮呢。水來金行比賽啦！好，馬上來開始。好 ，OK 哈。對。好，時間開始。哎呀，成一對哦。那我就差不多安呢。嘿，做對。好 ，OK。那等一下我要調整的時間，這樣搶師傅來天數，應該是這樣對不對？有冇該做提點的嘢對冇？提點冇。各位唔會老記喺度講咧。條講，你培根哦，唔好超過出火啦。哦，唔好超過出火啦，故說一開始火中我們的調辣。嘿。中火，切給太低。中火。細啲時候咧。啊，那麼小。好，千萬不要跟他講哦。冇，哎，冇啦，講一動真刀啦，眼睛刀。哎。好。眼睛過嚟看你下哈。博先呢種按用簽哦，慘呢啊，水版呢。嚇？咩按用簽呢啊？我嚟，咁冇簽啦。弄按用簽哦。因為該下記得講總得調台啊。會切洋葱麼？係。你有聽到呀？聽到講，我要究竟用咩切嚟啊？你冇聽到啊？冇聽到係，你切唔錯嘅啦，唔係按切啦，水版呢。哦喲，你話按切啊？按厲害。睇如何嚟啊？哦。你美地呢？這個要先照着那個條紋切。時間咪到啦哈。安用吼切零。咁弄嚟切睇麼？弄啊。弄啊肉啊肉。肉咩啊？該三角形呢。 4、3、2，時間到，停！第二棒馬上，哦，幫你啊。對，那這樣才有有差哦。幫佢切出，不要弄到佢按歐做。哦，馬上弄嘅咯。咩切菱形咩？佢變到三角形嘅啦。唔怕。每個人菱形冇共用啊。肉滾嚟，滾嚟。成。哎呦，是肉機。幾甜哦，幾甜。水滴不會用嘛解？哦。不用沾咁油。安用該發出來就會肉梅頭。
我做买朋友，张普倩刚刚这样，油亮。系啊，不用去酱啊，又煮出来哦，真正又煮出来哦。系啊，你一啲控片好吗？你射手緊準呢？系啊，冇緊張嘅，我去看哦，有軟嗎？有軟嗎？要爽啊冇有爽哈，有有啊有哈。走了走了，啊，我好好好，换那边哦。旁邊旁邊。哎，風哎呦，你要開始炒咧！哦，那你炒嘞哦。就会 Q 呢。哎，好了啦，那个好了啦。你兩片該黃椒末這個要切了。蓋起來比較快熟黄。椒等下黄椒切切，够了，這個蓋起來，椒摸饼，我就说黄椒先切啊。要不要蓋起來比較快熟不用不？用，我们已经好已经了。好了。蓋起來比較不會變顏色。啊，真的哦。哎呀，你那邊有這樣做嗎？你冇讓我講，我聽你啷講啊，Kimi 那個食水還會變。你連下都分不出來你哪而且一邊哦。我们會冰鎮哦。哎，你還還有呢，還有呢。哎呦，冇行應該見先哦。我有大餸哦。媽媽隔壁會出風來了，寶貝。哎呦，發菜冰鎮有嗎？發菜冰鎮。對。哎，還沒有白豆吧？有啦，有邊對啦。好，該培根哦，做啲白個咧，你有酥酥嘅感覺哦。要尖尖嗎？黃椒會變嗎？黃椒啊。黃椒還沒切晚到。餐嘞。哎呦，時間差唔多會到嘞哦。哇，夾。你不要切絲哦，啊？不是要切切絲嗎？老把菜 Q 用哦，哇，切凍老把哦。菜 Q 用，切大大塊啦。老把菜 Q 用會太細哦，冇用太。然後我以為要你都要跟給培根兩下係用餘溫不給收的哦。嘿，好，這樣好了。好，哎，好，培根地圖本身吼就鹽味嘛，就香米嘛，有。現在要擺什麼？所以總等下嗨法，等下我先確定一下，你這個用在形狀不一樣，要不要把它確定一種形狀，然後哪一個不要用的？這個不要用，這個細的不要用。看公教我從小炒面的它混亂的哦。亂咧，炒面。再切一半，第三時間咪到啦，第三間。這樣可以了啦。六了啦。 5、 4、3、2、1，黃英，等一下，容易我們這個時候要用那個廚師幫我，因為要調兩下做醬。嘛嘅咧，還沒嗎？挑醬可以嗎好，冇問題，好不好起好，馬上嚟。來，你個廚師幫我給我身邊。好嘛，還沒，我們要先 setting。哎，開始，你已經熟了。幫我。好，好，其實你要凍簡單啊。哎，該火哦，好，我就看到，那需要再高溫一點嗎？好。收嘅，兩位收嘅不按。你哋唔是敬重吼，我全有看到哦，這個不要那個，我加水吼然。後玩。該炒培根吼，炒到該酥酥脆脆，用盤子好了，備料用盤子好了。它就不用湯哦，湯到該染差不多係帶一都是比一。備料盤。好，哦，湯吼，湯係涼，湯係二，誒，該染係熱，小心哦。现在放鮮奶油，誒，鮮奶油唔是全部不用下油看哦，溫度差不多半你支可以， 240這一度。對是我的時間，嘿我有我的來賓你還有，OK。失去30秒，你走得可憐我，有嗎？哎呦，差一點咩？好，哎，改變一下，你有效果，我有2位來賓在這嗎？通有啊有啊可以離給我的來賓也有點空間嗎？好了，你訪問他們一下。麗英姐看起來很緊張，張婷呢？緊張咯。兩斤哎，我又現在用240度哦，我兩下勾芡呢。耶！挑米吼，烤停之後長邊便利粉那個勾芡撈起來。9、全部搞那了。個撈子呢？ 7、在這裡撈6不是，我要撈那個花椰菜。 4、3、2、1，時間到。哦，王英咧，馬上。哎，該下係馬上。哥哥是做的。剛剛是誰有對哈？對，好，搞沒問題的呀。就讓它要收汁嗎？不是按你做的嘞。要蓋收，好，要蓋所以我們差不多了，好，這樣馬來該差甜的。不多了，差不多了。走。等下試吃一下花椰菜有沒有熟，試吃花椰菜有沒有熟？跟美利亞表，那一類，快熟吧，那麼那一類，傾都冇傾咯，這怎麼冇傾咯。那一類。這麼容易？哎，該培根，該溫度唔啦？哎呦，聰明我咩？不用記個酥你黃椒酥。หั่都該煮哦。哎，強球嘞，好，那一類。製造緊張氣氛嘛。來，先讓你講哦，我不用半斤吼，哦酥酥哦，有一點酥酥嘅感覺，所以溫度兩磅你兩台的燒你看我們的廚房來，他給我講到這關鍵哦。唔怕，不要太大那就看，等一下哦，你看差唔多奶嘅水了，油很容易出泡爛。差唔多嘅水在不用水，這樣。
用水，现用水，现用水。你确定肾病你水？确定你要用？加水，加水。重要是拱上什么？你讲听是听，你讲听是听。你讲，你做唔得講吧？你個廚師幫我，我就做得講。厨師幫我，開始啊！现挑有嗎？亮，挑明，没有表妹说，你不要浪费我時間哦。你有咁啱用班啊？你聽聲咩當警察？時間到，来圈款都拍会。攝啱插，拍攝。来，你站那边。来，繼續，痛區。同時做俩人呐，好，唔怕。你不要制造緊張啊！來。加水。重要是拱上你講聽是聽，你講聽是聽。你講，你做唔得講吧？你個廚師幫我，我就做得講。廚師幫我，開始啊！係咯。來，祝福來了啦，寶貝。塞掉啊！講。廚師幫我，他們家發生什麼事？快點！加水。該問圖，他一日了。慘咩？兩片都係愛挑米你看，妹，先挑。有嗎？挑明，沒有表妹說，你不要浪費我時間哦。你有咁啱用班啊？你聽聲咩當警察？會講會，點。等一下，你改下改片嘅人，肯會多一點。 7、3、1，時間到，拿圈口都拍會。攝啱插，拍攝。來，你站那邊。來，繼續。唔怕，等一下，你起款，痛區導播咧。都笑了。痛區。同時做俩人呐，好，唔怕。你不要制造緊張啦！來，你起款。駐村明明就一天懂，不用講說哎，他為什麼在這裡滾炭弄那從頭到尾都是他在製造。都係幾特別嘅炒，賺了幾咩炒？嘿，你感覺吼，該通做啲強迫症。好，你想要贏嘛？啦你想要讓錯嗎？你剛才糖不是加過？先嚟有喊我嗎？你自家確定哦。一定啊，是沒打勾哎。係啊，嫁過咧，勾芡現尬。哎，不能太多，會變面漿啊！哇！小心，啦，給，全部不用怕意啊！這還有，哎，還有該黃椒，嘿，黃椒。要不要加一點水？關火，把它攪灌佛。張伯謙其實佢懂腔，你一做之後，你把它搞亂了。盤子唔會啦。跟梅頭做得吼，做得啦，啊，做唔得沒做得的呀，你不用，他放棄了。他放棄了。我放棄了。都是你啊！對啊。哎，走動好啊，哪裡做不好了？這樣哦，很好。啊，木頭貴姓行啦？唔係，我緊張嘅啊。會咯，因為俺這煮過咧係都東西。是不會這麼懂緊張到這個肩帶我幫你扶上。我想說，你有購買嘅東西，紅愛有手鏡一下。水妹哦，等一下，你啊筍條外半去搶你哦。啊，愛啲。搶你，切不可以搶你。等一下，還要不要加那個？好嘞，可以了，走得了。走得了。 3、2、1，時間到，等下就試試看哪一家真係你嘅太中譜咧。西式的料理哦，你客家人來講嘅話，你都有一些挑戰，冇做過嘛哈？冇做過，你有沒摸做過？可是都做懂秋用哦。懂用哦。好，動厲害，真的動厲害。先對俺料煮開始試試咯。嘍。好，總不是先嗎？蒙音都要沾到那個醬哦。醬啊，小團哦。奶香味又出來哦，有香哦，又香，而且發出已經熟誒。味又鹹，啲個又奶的東西啊，水醬嘛解，無鹹，哎，凍定應醬，平嘅味道對，啲個又鹹哦，味又出來。因為我們有廚師幫我叫聲咩？還有個發財嘅時間哈，你們掌控的還不會做得呢，因為哈再多一點點時間，機會調韻。你知道為什麼嗎？因為剛才李김지有講，那個白色的法菜而且不用給它慢熟，綠色花菜比較快熟，所以我們其實有分開燙。哦，趁你不在的時候做的。等一下我試看下你哋哦。好，沒摸用咯哦。
那个酱哈一定要沾到温哦。好，因为我哋有特别用緊那個果果嚟感覺，你哋有食到嘅條梅嘅粉嗎？正經凍好食。米湯咩凍好？好啦，我正經講啊，我的主觀感受，我哋嘅發水後正經冇完全熟透。你們就是喜歡吃這樣子。我哋嘅醬正經很好香。好食的兩寸呢，就係西式的料理哦。等下呢，出來看下評審，知道講佢們呢馬上上你的太重譜，接下來就先搶你的童師傅搶半分數。耶！你下係兩比一的哦。好，徐師傅困難的哦，準備好搶半分數。沒關係，不要難過，先同師傅來公平，還童師傅，怎麼該會先風水嘞？我剛剛有講嘛，該有撈該奶的東西，水醬是無鹹，啊，幾道的梅吼調得剛剛好，又鹹，所以綜合那個奶味吼，會使到安定一下。我按那個，不錯，徐師傅調得好。徐師傅，有咩？紅嘅書節咯，冇老眼都要講。你用啲咯，我上講兩，你用啲咯。應該想係因為倆有冇嘅發菜，搶發菜同嘅行硬啦，啊倆同嘅時間度好，所以我選到倆片。我計下，還有門記都要講吼，該發菜又爽嘛，記得要講，我講越來越爽啊，所以有行白哈，昨天現起人，對對對，胖法這部分，看慢說。哦。對，一定是被他打擾，對不對？對，他太吵了。全部對呀，那麼係啊。對，一切跳慢，對不對？係啊。你看。滾動超嘛，影響到你們啦。你又站錯邊了。對。啊，唔講呢，今日嘅比賽成績嘅話呢，全力風吹得到3分，藍吹得到1分，故說風吹就得到3000元嘅加彩金。恭喜！不過吼，咱吹吼，倆下雖然冇讓到倆比賽，不過得到嘅獎品咪當厲害哦，就聽為老大家分享吼，紹介一下，該係銅瓷複合金多功能方形不粘鍋具組。沒當好，謝。我話該梁老師啲哦，佢非常厲害哦。來堂課呢，要不要參加新的係嘛嘅？好緊張。倆下還會緊張係吧？現在完畢不會了。今日來參加了吼，係體白啦，嘛當緊張啊，嘛不飲不水唔聽呢。係啊。門幾兩間啊！你貴人鋪度出唔水唔聽，4點就紅起來，裝計下工配料的，個禮拜一擺經驗，前一擺我可能冇人緊張啊，下一擺繼續參加啦嚇。冇問題，完全冇問題哈。等一下轉到屋哈，夾水母啦，比一下。我今年就放棄啦，就學到啦。轉到在發展協會做得做很好多嘅食物哈、食菜哈、食料理哈，本大家食款，好冇？中式、西式、蝦米啊，全做得。對，不過呢，今日4個參賽者呢，大家其實都提出出來時間就看到誒，兩組的實力是非常厲害的，有創意又加有實力。這其實呢，我們也在這當中老太去甲聽下來學習哦。所以哦，假使你對主菜哦非常有信心，假使你對主菜哦非常有興趣，假使你時常哦全年些愛聽下來報名參加，全做得哦。冇唔錯，不錯，依家資助等等你聽下來要特別到鬧熱，誒你下禮拜再見咯。下禮拜見，拜拜。